跃龙门，欲睹龙行，昂首皆威，摆尾如虹，浮沉荣辱，破浪乘风，龙生九子，子子不同，九子归一，终为元龙。大叔，我买个瓜而已，你在讲什么了？什么是龙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我在城北保安堂治脖子的时候听那个龙神医说的。每次去保安堂，龙神医，你使那么大劲拍干嘛？这瓜保熟不了？废话，不瞧瞧这是哪儿？世家临川城，没有次品。终于找到地方了，师傅，我来喽！拍了半天你不买了，什么人呢？好气派啊！临川城真是有钱哎。请问您知道城北保安堂怎么走吗？你找龙神医啊？是啊是啊。离这儿不远。往前走一盏茶的时间，你会看到一个大石狮子，然后往右过，你会看到一棵大榕树。然后再往左，再往北，往右，再往右，再往西，再往北走，过一个石桥就到了。怎么了？干嘛呢，华郎？史家大小姐今天过诞辰，听说4大家族的人都要来，还听说只要去祝贺，说上几句吉祥话，就能给不少赏钱呢。去晚了可就没了啊。可是小姑娘要去找龙神医，但她不认识路啊。好说，小姑娘，你看到那座塔了吗？往那儿走，走到那附近，你就能看到一座石桥。找到石桥啊，你就找到龙神医的医馆了。多谢。不客气。走。您怎么还在这儿练刀呢？今儿可是大小姐您的诞辰呀，不少客人都已经到了，咱赶紧回屋换衣服吧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刀呀，一日不练就浑身难受，练了之后就神清气爽。4家都到了，宋家还没到。小姐，这可是老爷闭关前花重金请的玲珑阁的人专门为您定做的裙子，说是希望您诞辰的时候能穿上。